正时140首。咱赶快先听正品把咱做拜哈。有仗义的心来甲你的圣地，奉奉着你放互阮今仔日的礼拜，拢伫你的旨意内底。我安尼感谢奉求，我主耶稣圣名，阿门。阿门。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搁一摆聚集伫圣殿，这拢是出自上帝奇妙搁丰富的恩典。无论你今仔日的心情是欢喜，也是忧闷，愿主的平安临到伫咱中间，用虔诚的心来敬拜，真心寻求伊的面。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着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宇宙主宰，你何等伟大！创造万物，践踏这世界。圣诗11首，圣诗11首，咱起立齐声来吟。阿爸上帝，阮满心欢喜来到你的圣殿，用诗歌、祈祷、恬静、搁敬虔的心调记你的面。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阮独独倚靠你，要得到新的气力。求你按耳孔听，阮伫你面前同心的祈祷。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年亲像伫天年。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伊的歹下，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互咱用启应的方式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启应文第29，诗篇119篇。启应文29，诗篇19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行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
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煞到永远。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主爱佮信实的阿爸爸上帝，今仔日是你所定圣的主日，感谢你创造掌管宇宙万物，赏赐阮日头、空气、水佮土地，供应阮每日生活所需要的，予阮凡事到夜无欠缺。感谢你的怜悯甲看顾，予阮通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敬拜学乐你，嘛要透过牧师所传讲的话语，以及兄弟姊妹彼此团契的相通，建立信心，嘛坚固性命，予阮搁较认捌你，搁若亲近你。主啊，今仔日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阮存敬畏甲感恩的心，要甲你相甲坐道。感谢你垂听你的独生囝主耶稣基督，为阮受苦，顶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予阮的罪通得到赦免，伫你的听内面和好，得到永远的毋忘。主啊，伫你的光明中，阮看见家己生命的污秽、甲软正，阮时常偏离伫你的心意，我靠家己的敖。伫言语、思想、行为来得罪你，求你赦免阮心中的骄傲，赦免阮对你话语的忽略，对人的亏欠。主啊，阮愿意悔改，活倒转，求你用你的听来清起阮的心，更新阮的生命，嘛坚固阮的信心。愿你的信心伫阮心内，予阮用敬虔的心领受圣餐，毋但是纪念你的救恩，嘛要伫每日生活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相同行。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愿阮的生命成做你所欢喜的器具。求你伫会中对阮讲话，予阮学习活出你的阳光甲真理。愿安尼祈祷，拢是伫耶稣基督的名内面。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士师记15章第9节到第20节。士师记15章第9节到第20节。参孙拍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去占领伫犹大，分散伫利希。犹大人讲：恁啥事就来攻击阮啊？
因讲，阮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伊款待阮怎样，阮嘛要怎样款待伊。对安尼，犹大3000人到伊坛的石头坑，对参孙讲：非利士人管辖咱，你毋知吗？你啥事做即个事互阮啊？因讲：因怎样款待我，我也安尼款待因。犹大人甲伊讲：阮落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伫非利士人的手。参孙甲因讲：恁着对我咒詛，恁本身无要害我。因对伊讲：无，只是要捆绑你交伫因的手，阮的确无害死你。就用2条新的绳捆绑伊，对石盘带伊就去。参孙到利希，非利士人拄着就化，耶和华的神大大临到伊，伊手捏的绳就亲像过火烧的麻，所绑伊的绳就对伊的手落落去。伊看见如一支新的喙皮骨，就伸手捡伊，用来拍死1000人。讲煞就将手捏的喙皮骨削角。参孙讲：我用驴的喙皮骨拍死人一堆一堆，我用驴的喙皮骨拍死1000人。讲煞就将手捏的喙皮骨削角。迄所在就叫拉末利希。参孙喙焦到极，就求叫耶和华讲：你既然用你的奴仆的手行遮尔大的拯救，总无我担着喙焦来死，陷落伫无受割礼的人的手吗？上帝就互利希纳乌的所在离开，有水对遐冲出来。参孙啉了，精神复倒，搁活动。对安尼。互迄个水泉叫温合高利，迄个水泉到今仔日犹伫利希。当非利士人的时，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参孙拍散非利士人，求上帝互咱听有，伊要对咱的教示。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遍伫遮来看到兄弟姊妹大家拢知影我前2礼拜有休困吼，嘛是感谢上帝伫这个休困的内面，我们有自己的灵修祈祷，嘛有身躯的放松甲调整吼，伫上帝祝福内面有真好的调整，嘛有把时间等于陪妈妈尽孝道，所以真感谢上帝有即个伫无用的服侍的生活内面甲厝内人会当有长时间的斗阵嘛感谢教会甲小会的成全，愿上帝赐福伫恁的中间，伫咱来思考上帝话语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伫你生的主日，阮的性命嘛有更新的机会。恳求主，你用你的圣神甲话语帮助阮重新得力，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带领。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帝的心大大临到参孙。第3讲因为我用1、2、3讲的是因为伫圣经的记载内面，上帝的心大大感动参孙用3摆这么明确的句子所以表示讲这3摆上帝的心有大大的行做。虽然可能咱伫咧看经文的描述你会觉得说第一摆上帝的心大大感动，安那是做这款代志，好像也没有很丰功伟业就是循序渐进的我就有提醒咱大家伫咧看参孙的故事的时，你一定要看作者为他下的前言跟后语。一开始伫参孙的故事一开始作者就讲是上帝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所以你伫伊的整个叙事内面你会一直看到，你也看到一个无同款，那个反差很大上帝要找机会攻击以色列人所以用士师的生活甲性命来发生的时阵说，那不是跟我很像，过得很做自己很过日常生活所以伫这中间有特别的意思，要提醒军队上帝的人，甚至是上帝的百姓以色列选民。我的经文呢是对第9节开始那因为这个是我们士师记士师记1第1来我都是用叙事型的方式带我们进入
每一个士师跟以色列的情况吼，所以我用简简单2页的 PPT 吼，帮大家知影，为什么这第3摆上帝的神大大感动伊的时候，他在叠加参孙这个士师伊的任务、伊的性命、伊的信用吼。一开始吼，顶礼拜吼，顶礼拜恁知影讲伊要结婚啊吼，新郎要结婚，结果安怎？嗨，这个谜题吼出的真的是很不好。其实伊的谜吼，不是谜语吼，不是出的不好吼，是咱看到他败在他自己的那个什么情感的软弱，吼，熬不过妻子的那个情勒，吼。所以参孙吼的这个谜语本来应该要赢的场合吼，结果安怎输去，吼有灾情有溃烂，因到我是唔知，不过但是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吼侮辱性极强，所以负气回父家，好在性别还不是那么对等的情况，我们大部分都说我负气回娘家。给了参孙给了我们一个典范，后来查甫人嘛是让受气哈，等去老爸厝，再去讨拍，负气为负家呢哈。不过呢，重视嘛是大汉，因为有结婚啊，所以过了些日子哈，都突然间想到我有结婚啊，要回去找某吼，结果要回去找某的时阵，发现讲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啊，连某拢唔是家己的啊，所以安怎？哇，这摆吼，真正是生气有理吧？生气有理吼，伫经文吼出现一开始，今仔日经文吼出现一个。歹势，是伫15章的第1节吼，出现一个足奇怪的时间，叫做割麦子的时候吼。割麦子的时候，常出现伫遮吼。其实咱若是看手头的圣经，你会感觉讲，着要找某就找某，是安怎要特别去强调割麦子的时候吼。割麦子伫以色列人的迄个所在吼，差不多是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吼。伊的意思是讲吼。5月底到6月初，伊去找某但是那个过了些日子的时阵吼，你就会要想象到底是过多久？负气回到老爸的厝，1天会不会算很久？你不会用1天来形容过一些日子吼。不过我的很细节的去找经文的线索吼，你唔知这个参孙吼到底生气生多久？所以我刚才当用圣经内面有限的线索吼，来猜测吼，他到底生气回到老爸厝吼，到底躲了多久这样子吼？所以就要从参孙的故事一开始，在亭拿的葡萄园，若是掠这个葡萄盛产的时去看的话，哇塞！亭拿地葡萄收成的时候，差不多是每一冬的6月到10月份，所以伊到过冬天要割麦子的时候，等去找某，你会当想象，差不多就是过了8个月到1年，他想起我有一个某，那个伫亭拿，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感，你比较可以感受到那个什么，过了些日子，这个日子还蛮久的，好，对吧？这个是我额外帮大家补充的吼，所以差不多伫8月份到8个月吼到1年的时间，这个长度吼，伊要等去找某的时候，发现伊的丈人甲伊的某安怎？好，给出去了，好伊的伴郎吼，所以第15章的第3节，参孙宣誓说：这一次我加害非利士人吼是有理的、有道理的，因为是阮的丈人安怎先离开吼。这句话吼看起来很像是参孙的宣誓，但是我有讲，读参孙的故事，你如果把它当作一般老百姓在读吼，你读不出所以然来，因为跟我们差不多而已。你要一直去掠一开始作者所讲的，这是上帝要找机会安怎攻击非利士人。所以对参孙的嘴所讲的，我若这摆是发生地安怎
对他们发动大攻击，是怎么样？合情合理的意思吼。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报复行动吼，就是参孙的攻击，菲利斯人的反击，参孙个攻击，菲利斯人的反击吼，差不多。我用简单的句子帮你们串起来了。一开始参孙发生的，他绑了狐狸的尾巴吼，做这只哦，差不多1000只。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吼，绑着那个什么。那个尾巴，狐狸的尾巴吼，300只的狐狸尾巴吼，去甲菲利斯人的庄稼拢安怎烧去？菲利斯人吼，你安尼对待我，好，我也怎么样？以牙还牙，我将你的某甲你的老爸，甲伊的老爸安怎？甲你的丈人安怎？我嘛用火甲伊烧去。结果参孙就安怎？佮烧去，好，那我就什么连腿带腰，我就砍非利士人安尼吼。所以就进入到咱今仔日。故事的一开始，菲利斯人伫犹大则赢，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讲伊要宣战什么？以色列吼，这就是今天故事的一个前提，冤冤相报。进入到今仔日的故事来讲，犹大3000人要来找什么人？要来找参孙。你一定要有前面那个情节记得哦。犹大支派是什么人？是参孙的家己人。不过3000个人来找参孙，是要来找啥？要来跟参孙讨公道。讨什么公道？这就是作者要互咱来思考的。重点是一开始。因找到参孙了后，对参孙所讲的第一句话叫做“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咱是互什么人来通敌的？菲利士人，你唔知吗？这句话对犹太人的嘴所讲出来，我跟你讲，充满着讽刺。因为上帝若是伫现场，伊嘛做想要对以色列百姓讲：非利士人辖制你们，你们不知道吗？是吧？我有讲，参孙的故事随梦，我讲，我分足侪讲来讲，连我家人吼，每个礼拜居然都线上直播吼。这一次回去，我姐问我说：“你参孙放下了没？”我说还没，我抱他还抱很紧。伊故事还没思考了，在一个看似平凡的生活里面，伊所行出来的生活，甲行出来，跟我们几乎，你可能如果这样看参孙，你都会自己认为你可以当士师了，你知道吗？我说，在参孙的故事里面，你看得到参孙，你看不到士师啊。你对参孙的生活甲伊的观念看到的，你嘛会看到迄当时的以色列人看会到百姓，看袂到上帝的选民啊。生活得很好哎，拜托，谁在破坏现状？非利士人当我们的主人不好吗？做咱的政府不好吗？钱有赚到无？饭有食到无？有你要到无？上帝是安怎？为什么要换上帝来做以色列的主人？非利士人不好吗？这是以色列人的状况。所以3000个犹太人算犹大支派啦，因为我之前有给你们看过一张地图。大概就是犹大支派的土地跟但支派的土地是在附近，所以是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西边。3000个犹太代表支派犹大支派的代表来到参孙的面前，其实就是要问他这句话：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和平共处的现况？你想要要破坏咱即马甲非利士人安怎？会当做伙生活，做伙趁食的日子？你想要要改变现况？所以他们来找谁讨公道？不是找非利士人找破坏现状的参孙。
参孙的时代，百姓无百姓啊，但是上帝要求要做上帝，这是教会爱思考的，这是教会爱思考的。所以我头有讲吼，其实真正想要问，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最想问这一句话：你们不知道吗？的人是上帝呀、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是选民，你们不是奴隶。你若是要求看家己做路咧，嘛是做了真爽快，安尼上帝想要护掉你，要拯救你出埃及咧，那就放在那里，其实也不差。人家那个埃及还有葱蒜跟什么，忘了，葱蒜肉，对不对？还有葱蒜肉啊！参孙真做士师，到即阵故事描写到这吼。你们觉得你们在旁边当局外人看参孙，你们觉得参孙知道上帝百姓被非利士人辖制了吗？你觉得参孙这个士师知道吗？哈 ？OK。可是你知道故事写到这，如果没有读过参孙的故事，你还会真的有点怀疑，他真的知道吗？到底在做什么啊？如果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黑人问号。犹大的支派甲但的支派的以色列人，受呼召是要做上帝百姓，所以百姓的主人敢若会当是上帝，毋是非利士人。上帝要非利士人讨转来家己的百姓，所以但是伊的上帝百姓无了解现况，就是参孙的愚公破坏因甲非利士人会当和平斗阵的日子。所以，因要来参孙讨公道，为着因为你自己个人的需要，你自己跟非利士人的仇恨，结果你对因造成的伤害，也毋是阮以色列人对非利士人造成的伤害，结果即马因煞因为你的缘故，要来摆平我们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参孙一个人吼，会当安尼哇，一个上帝感动的发圣地，抓狐狸吼，沙巴甲的安怎烧光他们的什么甲秧？那个庄稼你不要小看，那个时候算经济作物吧，也是生存作物。你安尼一个人就甲阮母甲安怎满面全豆花，阮真若是安怎无甲你好好处理，阮非利士人的民主要抗倒位？安尼每一个我们要辖制的地方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造反了，所以一定爱处理什么啦？作乱的参孙吧。所以犹太人安怎为了要维持自己生活的现状吼，所以只好怎么把参孙叫来吼，不去找参孙吼，要甲伊安怎交互非利士人吼，要叫参孙家己解决这个问题啦。因为参孙个人的因素吼，不得不讲，上帝实在是有够奇妙的。因为参孙个人的因素吼，终于让犹大支派跟但支派的以色列人必须面对维持现状的政治问题啊。是愚公的代志，但是上帝不得不面对你的身份，面对你的呼召，面对伊选择你成做选民这个政治问题、信用的问题，你的态度伫倒了。所以参孙呢，终于，这个士师终于在今天对百姓下达第一道士师身份的政治命令。第一道命令就是把我交出去，但是要承诺不可以害我，不可以害我。真少真恶地看到吼，士师若是要安怎真正好的真正是那我们讲一下，我们来谈一下，我们用这一招好吧？你把我绑起来，我们假装是猎物，然后你把我送到敌人的手中，这样就可以了哈。无通常头前的士师拢是安怎？为基甸，为耶和华的名安怎？杀
是不是？无就是上帝也是那么搅乱敌军吼。所以，若是用战争的角度来看吼，上帝神大大感动参孙，伊的人民吼，犹大支派给绑起来，送到敌人的手中。如果说这就是战争的形式，跟非利士人相拍的话，这个战争的结果是安怎？嘿，我们的士师杀敌1000呐。伫边仔凊彩看到一个武器，叫做芦的脆皮骨，哇！他还可以不用先做战前预备。你们想想看，那个基甸，他除了需要信心之外，还需要干嘛？还需要策略、战略、谋略。咱这个参孙这个叔叔，高甲拢免。到打仗的现场安怎？看有钉的物件无？摕起来的最武器啊！我就说他这个天之骄子，力量的温数就是上帝同在的记号，却是每一摆的发动拢是被动，拢爱上帝是安怎大大激励伊，伊才会当发挥上帝所想赐伊的温数原本的目的。有够怕胜诶，有够怕胜诶！其实根本不用这么大费周章。一开始我说他还没出生，只要等长大就好，伊就会当发挥上帝所想赐的温数，对不？你们还记得吧？我每次都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式帮你们记忆每一个士师呢，对不对？这个几乎是那个。真的是天之骄子，不用特别处理，一出生等长大就战力满点，就等他要不要发挥。结果就是每一摆拢爱等上帝神大大感动伊，才知影讲这是敌人啊，拍好。另外一个较拍算的、较可笑的是犹大支派。其实你看看《士师记》的作者是安怎写因的？犹大支派其实知影家己被非利士人安怎辖制、通敌、管理，却无有感动、想法、祈祷、求救，想要脱离这款受辖制的生活，做事是的。所以上帝家己来啊！伊的士师，上帝的士师，上帝的百姓，躺平刚好，无法度，上帝家己来。对，接下来咱会当看到士师第一摆的祈祷，他第一次的求告是安怎？主啊，我足喙大。我想说，袂歹，他做。这个祈祷跟这个需求，其实你会有一种很五味杂陈的。因为他讲最高的，主啊，我喙大，先喝到来一个150杯啊！想说那教会的祷告这个层次是这样也是蛮妙的。不是说不行各位，我不是讲袂当安尼祈祷，但是你真做士师第一摆的求救，第一摆的祈祷是主啊，我喙大。咱会让看到，真做士师，我相信头拄仔我问恁的问题，恁拢知影。做士师的参孙，其实伊嘛知影犹大支派咧讲的。咱上帝百姓以色列人，即马是受非利士人的辖制、辖制这种辖制、压制伫这位士师甲百姓的顶面，因今仔日的对话内面，拢无看到过去士师记所写的呼求上帝，没有一个字句看到。他们为这个辖制的生活求告上帝，拢无，
一直到即摆战争的结束，参孙由家己的喙焦，才开始来用伊的身份来向上帝祈祷。其实伊无祈祷，咱阁看袂出伊甲上帝的关系。伊一祈祷，咱就拢知哦，原来啊，你嘛知影上帝的律法啦，你嘛知影非利士人是无受割礼的人，你也知影非利士人无甲上帝利用。就徛起伫这个应允的土地，他不祷告，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个士师的信仰境况。他一祷告，发现哦，原来你都懂啊。他是一个知影上帝律法，却无去行的士师双标仔，就双标仔啊，对不对？知道不做嘛？伫今仔日故事的落尾讲起着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天，这个故事的 ending， 同款无搁再有进前士师的作者所讲的，士师起来攻击敌人了后，迄个所在太平几啊冬。伫遮无，所以伫结束伫遮，所以你若甲参孙当作一般的士师来看伊的故事吼，你可能也真的得不出什么结论。但是你若综合来看，伫参孙做士师的这段期间，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处境。他们都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也都知道上帝的律法，他们更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地位。现在，但是无有祈求，无有呼求，无求救上帝，无有恳求，无有求怜悯，求帮赞，求脱离，求太平，啥物拢无。这就是现在以色列人信用甲生活的状况，这值得咱真做教会来思考咱的信用的情况。我讲，我都一直没有动吼。好，士师第一摆的祈祷为家己的需要，伊真做士师的第一道命令是替家己来安怎来服从。但是伫士师伫参孙做士师的时阵，你会看到灵性的胜利。For himself， 为伊家己，伊的温书为伊家己，伊的祈祷为伊家己。上帝所赏赐的快乐，毋是要互士师、互百姓继续做奴隶。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士师，爱徛起伫即个世间，安怎？互世间人看见有上帝同在的日子是安怎过。所以，咱看见这当时的士师，这当时的以色列人，因的性命没有摆脱辖制，也没有全面的胜利。伫参孙的时代，没有摆脱辖制，有零星的胜利。伫埃及的时阵，没有摆脱瑕疵，也没有胜利可言。其实状况是差不多的，因为拢唔是上帝做因的主，就是努力。上帝赏赐的快乐，不是来让酸民做奴隶，不是来做妥协的，不是来维持现状的。你若无有发挥你的文书，无好好完成上帝的旨意，真拍算。但人民的是上帝家己的神，会大感动人来执行伊所要完成的拯救的问题。顶一道我有讲起着教会公共性的责任，迄是身份，毋是个人。
若是有人士师、选民、教会、基督徒，其实这款这个称谓，拢有一个上帝的记号伫这个角色的身上，这个角色受到呼召，不是要你做自己啊，弟兄姐妹，不是叫你做自己给别人欣赏的。我跟你讲，即便是如此，你就是跟考大学一样，就是凭实力跟读书而已。上帝呼召你假做伊的百姓，不是让你做自己来给别人欣赏而已。因为干来咱看到个人，看袂到上帝。咱若是要互人伫咱的心上看见上帝的记号，咱就要练习回应这个角色的呼召。听得懂吗？你们没有反应，我就会想说我台语很烂。然后我一讲成中文的时候，下面的礼拜结束就说你今天华语讲太多。我是参加华语礼拜吗？没有啊，其他的部分都台语，好不好？昨伫咱教会有做财务的训练。伫教会做财务的训练，什么意思？不是要叫你学习管理个人的财产，不是学习管理学习你个人理财，好吗？是甲规个整个的长老教会、中会、总会做伙学习安怎用咱的制度、咱的格式吼，做伙来管理上帝、属于上帝。教会才会财务，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吼，包括法律职能吼，即马的法律甲以前无共款。我国一当少气的干部的时候，甲迄大哥哥大姐姐们吼，他们都高中在开会的时阵，我们就是那个现金账怎么进怎么出，这样记得清清楚楚的好。毋过即马会当安尼做哦。你个人笔记可以，不过政府的规定甲要求都无敢若是安尼啊。好，它有一套的规范，包括法律，叫做财团法人，也是讲伫宗教法内面，咱爱知影讲即卖的法律，即卖政府的规定是到达了，咱正做教会，咱爱安怎来回应政府的要求，这个法律的职能、甲常识、甲有做账的格式，拢是咱受呼召正做中级爱做伙来学习的。这些都是很基础的行政作业，但是昨昏若是有参加训练的人，你就会知道，很基础的行政作业超级复杂，对不对？下次请那个会计师来，礼拜结束后讲一次给大家听，因为它牵扯到了法规，还有什么20%、6%什么等等的一些限制吼。这个你要真愿意去学习，才会当管理吼。不是用你个人吼，我就好很会理财，我很会管钱吼，所以我得当用这套安怎来管理教会代志。兄弟姊妹，不是安尼啦。整个长老教会有整个长老教会的制度、作业格式，请咱开始来学习吼。我嘛真感谢咱的中级有这个谦卑的心愿意来学习我有说过了吼，今年中会才要求。中会所有的部会格式要一致，以前都是宣导期好啦，就是没有错就好。今年已经都变成统一格式我自己很有未来的远见，因为我打听完之下，大家中会是期望地方教会未来要跟进所以咱就开始学习，好，开始学习开始了解中会要安怎来管理吼。咱将这个基础的行政作业学习好，咱就会当做真好的交接、传承甲管理，这嘛是互上帝有真大的民主甲荣光吼。所以重点是咱来学习，咱来伫信用的群体内面学习。是一个小插曲啦。昨天我们教会从早到下午，哇，很多活动呢。所以葫芦团体伫遮咧做月饼，等一下结束了，大家会当去外口食吼。结果想讲时间无够已经老师甲中级拢已经传好吼，还佫有一寡同工伫遮咧无用吼，所以我就伫遐咧哭，结果。哭一个，我感觉讲，那迄种哭袂行，我就
真大声讲，所有的长子现在通通都去副堂上课，其他的我来欢乐。结果玉珍姐晚上下去的时候就说：“你按那这本书，刚会塞。”哦，怎么了吗？啊，学习是要学习，但是你要叫大家要去学习那边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没忙完。你口气有必要那么凶吗？我说：“呵，这本书唔通安尼，回去嘞。”因为想讲人迄财务当感觉老师的一根底下好势吼啊！我讲我来收尾这边吼，他说你可以讲，但是请不要态度这么不好。所以我嘛是爱学习吧。对这小小的态度内面吼，我嘛爱有谦卑的心吼，来受人管教甲提醒吼啊！所以小至态度，大至行政作业，甚至是信仰的方向，咱拢做伙来学习，好不好？谢谢你们，好。愿上帝帮咱教会，咱是有身份的，咱嘛是有责任的，咱有祈祷，咱嘛有行动。伫这个学习内面，咱是为着彼此兄弟姊妹，为着服侍教会，为着服侍社会，为着服侍上帝。我一直讲，把事情做好就是荣耀上帝。正人的代志做好，就是互上帝得到阳光甲懊恼，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搁一遍献上感谢，你用你的提醒，用你所呼召的选民以色列人的故事来提醒阮嘛是有身份的基督徒，信上帝人。求你帮助阮伫这个世代看见教会伫社会的责任，也互阮有谦卑的心，愿意来学习，将上帝你交代阮的代志办理好势，归荣光互你。同心感谢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点咱要来举行圣礼典，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参加来守主的圣餐。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囡仔着我当大的人，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支持。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恁的事，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同心来感谢上帝。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信仰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内面。荣光你的名，愿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的小会员。
做上帝的选民，受呼召的基督徒，咱是有稳定的，因为咱的性命会通有搁再一摆，搁再一摆，受到上帝话语的提醒、信心的帮赞，我们就不会像参孙一样，在生活中忘记自己的身份，在一些关键时刻忘记自己的任务，在这个世上忘记为上帝的名做见证。通过咱领受主的饼甲杯，伊的身躯，伊的性命，会当互咱得到鼓励，会当互咱得到安慰，也会当互咱有行动的困难，就不再只是被动的为上帝做见证。这个饼甲这个杯，咱今仔日领受，也感谢伫上帝的面前。请问有人还无摕到饼无？无，即是请咱摕到即个饼，搁一遍来会记得，即个身份是上帝对咱的恩典，请咱大家来享用。食了后，主嘛旁杯互众人来思考。伊安尼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小会员。这个杯，唔单单是杯的意义，伊是耶稣的性命，耶稣的血，为你甲我所流出来。这个血，通互咱坦然无惧的，真安心，真有平安，伫上帝的面前来实践咱的生活甲信仰。因为这个血，这个杯，上帝佮看咱是有罪的人，伊听你的祈祷，因为这个血；伊顾念你的软弱，因为这个血；伊赏赐你教养的开来甲稳定，因为这个血。你所欠用的，你所挂虑的，你所需要的。会当
向上帝来求，就是因为耶稣的宝血。这是一个恩典的杯，这是一个拯救的杯，这是一个希望的杯。你着欢喜、谨慎、敬虔、谦卑，来思考这个杯对你生命的意义甲帮助。请问还阁有人无摕到杯吗？我头都有讲，这个血，它不是只是所象征的一个杯而已。这个血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世间人所流的，要互咱的基督、咱的性命、咱的信仰，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请咱用感恩的心，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咱三角来祈祷。阮全心感谢。享受稳定、甲救恩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通有分别做圣的机会，通领受耶稣基督的身躯甲血。恳求你，也透过今仔日来帮助阮，培养阮的灵魂，互阮明白你欢喜阮，你疼惜阮，你也接纳阮，成做圣洁身躯的一部分，这是出自你的稳定甲旨意。求你，互阮有谦卑的心来献身互你，也愿你的教会、你的百姓所行做出来的，通荣光你的名。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科牧师的讲道甲勉励，愿主赐福听通伊的话的人，咱用新的改变来回应。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会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回应诗，圣诗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胸前。仁爱若应领我，互我灵魂安宁。咱三角起立来吟。
较济，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嘛，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嘛请会友来奉献代祷。咱做伙来祈祷。阿爸要上帝，阮感谢你的心充满阮，我嘛要恳求你的心大大感动阮，帮助阮真实悔改。知你是阮的主，是你亲身呼召阮、拣选阮，爱阮谦卑做你的门徒，互阮知阮的身份甲恩赐，毋是用光阮家己，是要用光你的名。当阮伫你面前的奉献，要真做阮对你呼召的回应，愿你欢喜，恳求你使用阮的同心祈祷，拢是伫耶稣的内面。阿门。咱只是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第一位是徐美姬甲林雅艺，徛起来跟我介绍。自我介绍。方便吗？大家好，我是林雅艺，然后我是台师长青团契，然后平常在东门长教会聚会，然后今天因为刚好有事，所以就过来这边，然后这我妈妈，她从台中上来找我，这样，对，欢迎。好，下一位卓问心的苏台的学生。问心其实是来真侪届啊，想讲今日佫甲特别甲介绍，互大家认捌伊吼。问心，卓问心，欢迎。好，下一位林佳美，林佳美是咱教会明翰哥介绍来，是台南大专的学生。对，大家好，我是在台南读大学，然后从台南大专上来的学生。对，谢谢。欢迎。好，下一位刘云珍是碧菊姐的女儿。欢迎。大家好，我是刘云珍。那我今天是陪我妈妈碧菊过来这边。那其实我也是基督徒，那我们全家也都是基督徒。那我平常的话是在林森南路那个礼拜堂，因为离家比较近。那今天正好妈妈就是有说有一些事情，然后就说我们一起过来这边。那这边我其实也很熟悉，因为妈妈也在这边受洗，我也都有过来。那我在这边的话，我真的很谢谢就是许牧师以及各位的照顾哦，因为妈妈在这边除了很年轻就在松田大学这边念书，那我都开玩笑，就我妈妈是一直念到博士、博爸吧，所以我就说她是我们家的学历最高的一员哦。那感谢，因为妈妈这边就一路都是姐妹这边把她带起来，那爸爸也是爸爸几年前也在过世，那也是这边帮忙办理告别式，那所以一切很感谢，而且
妈妈自己现在一个人过，但是就是有姐妹这边在帮忙一路的带她哦，所以很谢谢，那也谢谢各位一路的带领，谢谢。欢迎，好，安尼咱即马来唱平安夜的诗歌，前后左右就好，就不要站起来了。姐妹回来到台湾啊，很开心。好，我们也互相请安，谢谢。咱搁唱上尾一摆。安尼伫报告的台省，咱先来做伙读即礼拜的金节，伫周报的后面，上后尾一面，咱台语、华语拢来读一摆，先读台语。好，智慧要互你行好人的路，守义的人路，因为正直的人要徛起地面，完全的人也要留伫遐，独独歹人要对地面剪除奸诈的人，要对遐拔出真言2章20到22华语，智慧使你行善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地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其上存留。为恶人要从地上剪除，奸诈人要被拔出。箴言2章20到22节。好，咱做伙先开今仔日的报告，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举行圣礼典，上时嘛是总会所定教会甲社会奉献的主日，嘛请兄弟继续关心甲代祷。第二项。今年办伫2月27號到28號2天一暝，要伫宜蘭有野外禮拜甲培靈會，活動真精彩嘛，邀請大家會當伫公報那看到咱2天一暝的行程甲活動，嘛歡迎大家踴躍來報名。一個人是700塊，6歲以下300塊，若不占床是免費。其他的部分是教會這邊來補助。因為8月31號的報名截止，所以請大家盡速報名。好，第3點，是教育裝備組的報告。今年2025年秋季，教會要繼續來辦神學新中班，即擺嘛是甲台灣神學院神學系的合作，繼續邀請曾宗盛老師要開即個舊約中的信仰生命故事的課程，嘛歡迎大家踴躍報名。佇右下角有一個 QR code， 嘛會當直接掃來報名。第4點，2025年教會財務的訓練，這個課程會邀請濟南教會王亞玲會計師來分享。課程是佇9月6號來舉行，嘛請中職各團契的會計的同工，也是有興趣的會友，攏歡迎會當做伙來參加。第5點，收支報告是
即个表是7月的收入甲支出，阁有余厝，嘛请大家家己来看。阁来团客消息报告，嘛请大家来家己来看。教育装备组逐礼拜拢有伫遮放那个圣诗介绍，拢是较新，就是咱较无唱过的信息，嘛会使看即个介绍。阁有集体关怀的部分嘛，请大家继续为着身体欠安身体欠安的兄弟，阁有厝外的会友，阁有社会的事件来倒。刷落来公道的时间交予柯牧师。伫遮搁特别强调吼，9月6号是团契的财务训练吼，你若是有兴趣，也是讲你有感觉未来你会诚做中级同工吼，嘛欢迎恁吼来新音或进庆吼，也是思安长老歹势的新音执事吼，才来报名。好，咱即是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是稳定、慈悲、佮高怜悯的上帝。你看会到，侪阮人所看袂到的。毋管是危险，毋管是好的路，你拢知。阮感谢你，用你的圣性，甲你的话语，引带阮行义的路。求你帮助你的教会，谦卑学习。伫你的面前，互阮徛起伫即个社会，会当高举主你的名。为着阮伫阮中间，子林姐的老母张秋兰老夫人伊的离开，阮真毋甘，但是阮甲因的家族同心流目屎，为因来祈祷，求主也帮咱夫妻。伫护士的办理顶面，一切顺利平安。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仰望主你的医治的大权能，充满伫因的内面。身躯是阮伫即个世间生活最见证真重要的器皿，恳求主你坚固伊、勇壮伊，也为着有侪伫厝外的兄弟，毋管是读册、工作。还是生活打拼，拢求主坚固因的信仰。为了台湾社会的稳定、毋忘、幸福、人权、自由、平等，才会价值。仰望主你的帮助，感动阮诚做即个土地的主人甲百姓的时，阮是照主的智慧来照顾土地。主求你纪念你的教会，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唱上英，请起立。着感谢，因为恁是上帝的选民；着欢喜，因为上帝用伊的圣性甲伊的真理培养你的生命甲灵魂；着有信心，伫即个世间行做分享上帝所赏赐你的恩赐；着知这一切都是上帝甲你同在的证明。
就放心去分享上帝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地，要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列倒。这么短，好，上帝祝福大家。